我哋可以評論下特朗普啊。咁到底特朗普咧更加似以上嘅邊一個咧？特朗普嘅第二個任期咧先啱啱開始啊，咁所以我哋咧係冇辦法評論啊。不過喺第一個任期入邊咧，特朗普咧都有佢成功同埋失敗嘅地方噶。咁佢成功嘅地方咧就叫做真係兌現咗佢嘅競選承諾啦，講得出做得到噶。咁譬如話佢起場啦，退出佢口中嘅一啲垃圾嘅國際協定啦，同埋美國優先等等啊。從結果睇上嚟咧，呢一啲措施咧都可以話係有一定嘅成效。譬如話咧，呢個非法越境嘅人數咧係大減噶。2025年2月嘅時候咧，喺美墨邊境被截嘅偷渡客咧，只係有8450人啦。呢個係25年以嚟嘅新低。咁但係咧，佢想要喺呢個國際貿易入邊打擊中國啦。咁上集都同大家講啦，中國對於美國嘅貿易順差咧，反而咧喺佢任期之後係上升咗嘅。咁特朗普都喺個任期入邊咧提過要 American First 啦。咁但係咧，其實只係惠及咗紅州嘅人民啦，亦都係加深咗國內嘅撕裂㗎。特朗普咧以 Twitter 去治國啦，政策朝令夕改咧，亦都係令到國務院同埋國會嘅功能咧被破壞。嗱，近幾日咧，大家睇新聞咧都會睇到啦，特朗普竟然厚顏無恥到咧，係話佢嘅投資人朋友啦，喺最近嘅一次股市動盪入邊咧係賺咗25億嘅美元啦。咁但係呢啲錢咧唔係正正就係特朗普佢冇高弄低個市喺其他嘅投資者身上面賺翻嚟嘅咩？單單呢幾日嘅股市動盪咧，就令到美國人嘅養老錢啦，嗰啲社保基金咧係損失咗1600幾億美元啊！咁即係話咧，而家總統咧擺明冇高弄低個市啦，然後俾自己啲 friend 賺大錢，仲要咧放喺媒體入邊咧大言不慚咁講出嚟啦。從古到今咧，我哋冇見過有咁樣奇葩操作嘅。嗱，呢一種充滿住 ego 啦，同埋個人崇拜方式治國啦，用短期嘅鎂光燈換取歡呼啦，長遠嚟講咧係透支咗美國嘅國家信譽。呢種咁嘅方式又係咪真係能夠咧長時間喺國際政治舞台上面站得住腳咧？嗱，呢一個咧係真係取決於美國民眾同埋國際社會嘅取態啦。